想同大家講下呢，上個禮拜呢點解個市跌得咁緊要呢？針對美股同港股調整有以下嘅原因嘅分析嘅。首先啦，就係中東嘅局勢啦。由於伊朗威脅關閉霍爾木茲海峽國際油價一度升到每桶$100嘅。咁不僅直接咁打擊咗航空股同交通運輸啦，又引發出呢個滯脹嘅危機。如果大家記得嘅時候呢，我係之前個禮拜有講過，大家可以睇翻嗰條片，就係講呢，如果呢個情況發生嘅時候，我哋可以留意啲咩股票嘅，譬如一啲航運股啦，航空呢係其中一個唔可以點嘅其中一隻股票啊。咁今個禮拜發布嘅數據，核心 PPI 啦，增長超過預期，創下去年7月最大嘅漲幅啦。咁抵消咗 CPI 緩和帶嚟嘅樂觀情緒。咁投資者預期美聯儲下個禮拜，即係呢個禮拜會轉向鷹派以外嘅立場嘅。咁戰爭進入咗第二個禮拜啦，市場情緒極度脆弱啊。雖然今個禮拜曾經因為特朗普話暗示戰爭結束而短暫反彈，但係由於缺乏實質嘅停火進展，資金隨即就再次流出去到一啲防禦嘅板塊，例如醫療股或者公用股啦。恒生指數同上個禮拜一樣有壓力嘅，跌破咗26,000啦，但係走勢多傾向於就係多種因素同埋加上一個技術嘅調整。咁我哋睇翻啦，呢個禮拜嘅重要技術位啦咁就大約就因為呢個新嘅指數調整正式實施即係譬如老鋪黃金京東工業納入咗呢個恒指啦，導致追蹤嘅指數被動嘅資金進入調倉。咁市場本週即係上個禮拜即係本身就承受呢個壓力，咁資金流向有加劇嘅波動嘅。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啦，對國際油價通脹預期高度敏感金價同能源股雖然獲得支撐，但係大盤整體上都係受到美股嘅期貨走低拖累。咁市場正係消化緊全國兩會設定嘅4.5%至5%嘅年度增長目標啦。投資者正在觀望有更多實質嘅信貸數據同埋消費數據，以判斷經濟有冇復甦嘅動能。咁目前就恒指喺24,700到25,100附近有較強嘅支持若跌破25,300，短期內可能進一步下試舊年嘅低位嘅。咁依家其實戰爭引發起油價上漲，推高通脹預期，抑制咗減息空間，咁令到估值下收啦。咁美股方面其實關鍵在於霍爾木茲海峽嘅通行狀況同埋地緣政治會唔會擴大，而港股短期處於一個陣痛期除咗受外圍影響都要關注下個即係3月中就公佈嘅企業業績同埋中美元首會晤嘅相關消息嘅。咁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嘅內容係幫到手嘅，俾 like subscribe 我哋咁就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各位。